一个屏东较趣味的现象，明明是老花仔李，是安怎是全县上好雅的李？2020年综合所得已经出来，屏东县恒春镇这个凉水李，讲是全县上好雅的李。每一个新保户平均的所得是超过100万，是100万过9000块，这是全县为所得超过100万的李。抑过在地人一个听到拢感觉真好奇、真奇怪，受拢无，因为这个李上老大人较济，抑过有人就想着讲，可能是第2代、第3代出国去拍拼事业有赚到钱，抑过户籍无迁出去，才会这个凉水李变成屏东上好雅的李。千景饮餐，丰富的生态，屏东恒春镇凉水里，那好山好水，这嘛是屏东县上有钱的里。我们也觉得很纳闷啊，有吗？我也觉得很纳闷哎。怎么说？就是这里都是老年人口居多，而且几乎都是务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地民众就起摇旗，认为在地人老岁仔这么多，现在得冠军。财政部公布2020年综合所得申报统计。屏东县平均所得上悬的里，就是凉水里，每申报户平均所得是100.9万。第2名是金砖里，平均所得是92万八。农业时代是大家人啊，拢修行好，就真正是有丰收。以前的农业时代来讲，这边是算富有的。民众讲，过去的农业时代，凉水里真侪人种田，丰收的时阵，大家收集有影袂歹。不过，即卖供给无过去遐尼好。很多第2代、第3代都去北部打拼了，这样子，户籍都一直留在这边嘛，是不是？大部分还会留在这里。民众认为，可能是少年一辈出国打拼，户口佫无牵出去，平均年所得才会超过100多万。嘛讲确实有真侪子孙仔伫咧外县市拢真够趁钱回报乡里，这互凉水里愈来愈好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